大家有冇發現，無論係我哋香港人名嘅英文拼音，抑或地名嘅英文拼音，硬係同廣東話嘅讀音爭少少嘅呢？我哋係靈知，今日嘅語言學知識係亂中有序，香港政府粵語拼音。相比粵語教材上面成日見到嘅耶魯或者粵拼，相信各位香港人喺日常生活入邊更加多接觸到嘅，應該係成日用喺人名、地名嘅香港政府粵語拼音。呢一個港拼其實係個大集會嚟嘅，拼寫系統五花八門，七國咁亂，有同字不同音，一個字母可以表示兩種甚至更加多嘅發音，亦都有同音不同字，同一個發音可以有超過一種嘅拼法。究其原因，可以大致分做呢四種。睇返歷史，1856年嘅美國傳教士衛三衛喺英粵字典英華分韻撮要入邊使用嘅拼法係英式嘅聲母配歐陸式嘅韻母。除此之外，亦都有使用撇號標示送氣嘅聲母，同埋用上標符號解決粵語韻母多過 A、E、I、O、U 5個嘅問題。同時更加喺字詞嘅四方標上聲調。香港政府早期所採用嘅 ED 系統，亦都繼承咗衛三衛呢一個粵語拼音系統。但係後來嘅地圖同埋政府刊物為咗簡化，漸漸取消咗呢啲符號。加上因為都市化而新出現嘅地名開始使用英式嘅原音，而舊有嘅地名就有啲有改，有啲就依然保留歐式嘅原音，最終演變成混合咗各種拼法嘅大集會。除此之外，市區話喺呢200年間，亦都經歷咗唔少音變，例如金金合流、徵召合流、舌尖元音消失等等。而港拼就保留咗古音，反而令我哋可以通過佢睇到粵語嘅變化。當然，亦都有改變拼法嘅例子啦。除此之外，仲有部分地名喺港拼設立嗰陣已經約定俗成，加上香港文化多元，部分嘅地名唔係嚟自市區話。港拼喺每個時代各有面貌，今日嘅港拼係大集會，但係回望呢100幾年嘅歷史，我哋會發現港拼其實係個亂中有序嘅系統。今集到此為止，下集再見啦，拜拜。